敢若桥倒摆、徛铁马嘛爱说哩。最近因为东北风变较透，伫咧彰化彰滨工业区附近，透早常常透6、7级的阵风，导致咧徛铁马人伫咧等人顶的时，常常互风扇甲会险。本地是无代志，结果车顶准备要起步，因为外头互风吹一个去交道边啊，另外一个桥倒摆的人，两个人当场全啊倒车离残，该在拢敢若轻伤无啥要紧。气象局都特别提醒讲，因为这2天彰化沿海所在较空旷，可能会透9级的阵风，提醒民众一定爱细腻。穿着蓝色外套的脚踏车技师，伫咧等红灯的时阵，互强风吹甲是徛袂在，真无简单，挡甲青顶，一日要去行，外头互风吹起，交着边仔的查某技师，两个人重心袂稳，就跋咧涂骹。这个惊险的画面，互后壁车的记录器翕落来。那边风真的蛮大，又没有什么遮蔽物，那阿北就一路被风吹得好像要套风筝一样，就摇来摇去的。好佳在两个人拢干那是小可刺伤，无报警察处理。代志发生的所在彰化县彰滨工业区，因为东北风渐强，沿海空旷的所在吹起6级到9级的强阵风。事发生的所在，规排的树仔互风是吹甲海来海去，风声算叫。袂少的技师骑车伫咧路面，拢有可能是哪骑哪走煞。这边比较大，知影50仔会险啦，会险啦吼，风较透哟，因为是海边的关系吗？应该是。实在是真惊险，但是袂少当地民众早就已经习惯了，练出一身的好功夫。若是风对这边去透，咱青蛙就甲饲这边，安尼，啊无就正经袂个脚骨就爱踢的，担的，啊无去沿道啊。这回强风引起小型的事故，好佳在受伤的人拢无啥物要紧。警方嘛呼吁民众骑车经过这个路段，拄着强风，会当先将车停倚伫咧路边，也是改用牵的，千万莫硬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